下一級啦，下一級咧就叫做 I 星族人嘅，係啦。咁啊 I 星族人咧就會可以用一個今日咧都會宣傳嘅，就可以咧有一個超級無敵爆大嘅優惠價錢咧去買阿 I 嘅月曆嘅。咁我哋嘅月曆咧已經成型噶啦，其實係爭印刷嘅啫。OK。第一次跟到直播，歡迎你，Yuki，係啦。咁我哋嘅月曆咧，俾大家望下啦，係啦，我哋都仲 finalize 緊啦，但係其實差唔多印噶啦。咁如果你哋係裝咗我哋嘅Hello 小路，係裝咗我哋嘅會員嘅話咧，其實咧去到 I 星族人咧已經有一個超低嘅價錢啦。原價呢一個月曆咧係188蚊㗎，只要你哋係 I 星族人嘅各位。係啦，即係身為我哋 I 星球嘅居民咧，係只係需要用60蚊啫，係60蚊。我再講一次，係60蚊，原價係188嘅，係用一個蝕本嘅價錢咧，去希望大家可以獲得呢個超精美嘅2026年月曆㗎。咁啊，今年嘅月曆咧，除咗係 upgrade 咗好多嘢之外咧，亦都保留咗唔少嘢嘅，包括就係大家必須要睇嘅2026年行星逆行啦，包括咧就會有晒嗰個月大家需要注意嘅嘢啦，嗰個月嘅幸運組合啦，有時我喺直播唔會提嘅，包括你哋嘅貴人星座啊，你哋嘅小人星座啊，仲有咧會好貼心話俾你知咧幾時開始水逆㗎，係啊，咁你見到咧，哇有水逆啦！一見到呢個 icon 咧，就知道水逆嚟臨啦，好慘痛啦！而且咧，今年咧，我哋仲新增咗咧，究竟嗰個重要嘅日子，我特登 mark 咗一啲重要嘅星象日子，話俾你哋知道嗰個關鍵字係啲乜嘢。因為上年就冇特別寫嘅，咁可能大家就唔係好清楚知道啊，原來咧呢樣嘢係咁樣嘅。我嚟緊咧係需要做呢啲關鍵字嘅嘢㗎。咁當然啦，貼心嘅阿 I 咧，亦都知道大家過得好辛苦㗎啦。咁所以咧就會咧。每個月咧都會有一啲身心靈嘅句子咧去送俾大家嘅。咁啊，今年咧有冇發覺個插畫係同上年好唔同咧？比較一下先。係啦，上年嘅插畫咧係咁嘅樣㗎，係啦，大概咁嘅樣啦。咁啊，今年咧係咁嘅樣嘅。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哋今年咧所有都係嗰句㗎啦，只要阿 I 可以盡到能力嘅話咧，我一定係會用翻香港嘅手作人嘅，因為我本身自己係一個香港手作人出身嘅，咁我所以非常之支持咧香港手作人。只要我一有任何嘅能力嘅話咧，我都會揾翻香港手作人幫我畫嘅。咁咧今次咧我哋就揾到一個香港嘅設計師咧，幫我哋畫咗超可愛嘅小 I 啦，係啦，呢個係農曆 I 啦，係啊。咁所以咧有呢一個嘅月曆最好嘅地方咧就係第一，你哋可以預先知道2026年嘅運勢啦，預先去安排定你哋嘅行程計劃啦，包括幾時轉工會好啲啦，包括就係幾時去旅行，唔好衰日嘅時候去旅行啦，包括知道你哋嘅行星逆行嘅時候，你哋就會知道嗰段時間好差啦。始終咧你哋未必真係成日都可以聽到阿 I 直播嘅，咁啊有咗呢個月曆之後咧，就除咗阿 I 陪伴之外咧，你哋就會開心啲噶啦。咁當然啦，呢個月曆咧同上年一樣嘅，都係會有手機版或者係電腦版嘅，咁啊隨時咧就可以攞翻張圖出嚟睇啦，唔使下下咧就拎住個實體日曆去咁樣做。咁啊記住啦，所有裝咗我哋 I 星族人以上級別嘅客人咧，都會可以用一個超級無敵爆大優惠嘅 percentage 去買嘅。咁最後一個咧就係 I 星嘅捍衛者啦。咁啊嚟到 I 星球已經住咗一段時間，當然想捍衛我哋嘅星球啦。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想保護下阿 I 呢個星球啦。咁所以咧呢一個level 嘅會員咧，我哋係會每個月咧都會提供一個簡單嘅文字占卜係俾大家嘅，咁由阿 I 自己親自去回覆。咁無論你係裝咗邊個會員級數都好啦，請你哋咧都喺 IG 或者 WhatsApp 度揾翻我，等我 mark 低翻你哋嘅資料，因為咧我知道你哋邊個級別嘅話咧，我盡量如果有啲乜嘢嘅特別嘢啊或者優惠嘅嘢咧，我都可以預先通知大家，咁啊唔使 miss 咗大家嘛。有時咧始終YouTube 係比較難揾到大家嘅 ，OK？ 好啦，講完一輪宣傳啦，咁啊正式開始講翻11月份嘅恐怖嘢啦。我哋有4大超級恐怖嘅事件咧，係必然會發生，從而令到大家咧11月咧係出現咗崩潰嘅情況㗎。琴日贏咗 CAD250咁興奮。好嚟啦！首先咧，11月有啲乜嘢嘅星象咧？最緊要咧，當然就係5星逆行啦。
係啦，最簡單噶啦，最容易睇噶啦，最容易明噶啦，就係五星逆行。係啦，點解咁痛苦？就係因為五星逆行啦。咁啊，根據我哋上年嘅月曆咧，其實就會數得到噶啦。OK，11月咧分別會有水星逆行啦、土星未逆行完啦、天王星逆行啦、海王星繼續逆行啦，係啦，1、2。咁所以咧，變相咧就會係明顯咁樣見得到嗰個嘅逆行咧係好恐怖噶。好啦，咁咧首先講咗大家最期待嘅水逆先啦。嗱，水星逆行咧一定唔會係輕鬆噶啦，而且咧水逆咧今次其實好快嘅，由11月10號去到11月30號就完噶啦。OK。就完噶啦，其實係一個好短嘅日子嚟嘅。咁短嘅日子話點解會好慘呢？嗱，要知道咧，咁短嘅日子咧，其實佢好快嘅，呢個逆行嘅速度好快。咁所以咧，其實相對上呢個挑戰會更加大。嗱，今次嘅逆行嘅主角咧就會先係人馬座，然之後19號之後咧就會落到去天蠍座噶啦。咁所以咧，變相咧今次咧。人馬座同天蠍座咧係必然會受到極大嘅影響嘅，咁所以阿 I 咧死緊㗎啦。OK，我已經有定心理準備咯。太陽係喺天蠍座嗰度，有定心理準備啦。咁但係成日都話㗎啦，水星逆行除咗係逆行階段好慘之外，其實我哋仲有一個叫水星嘅停滯期啦，係咪減速期啦、停滯期啦？咁所以咧，大家可以預料咧，11月1號開始咧已經有水逆感㗎啦。而我相信咧，而家都10月28啦，係咪？其實大家已經開始有水逆感㗎啦。我絕對相信大家已經開始有水逆感㗎啦，唔係咁簡單，淨係話我咧只不過係仲係覺得好 OK 啊，冇乜嘢，唔係，其實已經帶有水逆感㗎啦。咁如果未聽過水逆係啲咩回事嘅朋友咧，就簡單講下。水逆咧就一年會有3至4次嘅。咁咧水星咧因為掌管住溝通同埋思想啦，所以水逆期間會發生咩事咧？首先第一，大家最近有冇因為呢個天氣涼咗好多，覺得自己抑鬱咗好多？心情沉重咗好多，或者情緒不滿、情緒唔舒服、唔開心嘅情況多咗好多。嗱，呢個就係水逆其中一樣嘢啦。第二啦，就係一個出行嘅問題啦。如果你水逆期間去旅行咧，通常會發生咩事咧？飛機 delay 啦，miss 咗班機啦，唔見咗班機場巴士啦，係啦。咁好啦，仲會影響埋交通啦，咁可能會多交通嘅小意外啦，可能成日都遲到翻工就因為交通意外啦，可能地鐵信號故障，咁啊又成條線斷咗，等等啦。好啦，第四啦就係溝通嘅問題啦，佢會令到咧你咧同其他人咧好似雞同鴨講咁樣嘅，我話講緊 A， 你係講緊 B， 溝通咧會有好多誤解嘅情況。而第5點咧就會係通常水逆期間咧，如果你拍緊拖嘅話咧，特別容易嘈交嘅，特別容易想分手嘅。咁但係如果你想復合嘅話咧，其實咧大家咧都會係特別容易嘅。咁所以咧水逆咧亦都有佢嘅好處啦嚇，因為咧我哋水逆期間咧就會回面懷念過去，係啦，究竟過去嘅時候發生咗啲咩事，導致到咧我係好想知道嘅，係啦，導致我係好想知道究竟過去嘅嘢而家仲揾唔揾得翻呢？好想重溫過去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咧變相咧對於水逆期間咧，大家個情緒就真係好波動，因為諗得太多過去嘅嘢啦。好啦，除咗我哋有水星逆行之外咧，我哋成日都話噶啦，我哋咧會有另外一個好恐怖嘅嘢嘅，佢而家都係逆行緊嘅，一定要講嘅呢個天王星係啦。天王星咧將會喺11月8號嘅時候咧，由雙子座交棒交翻俾金牛座，咁所以咧你係雙子座嘅朋友咧，唔好諗住鬆一口氣，其實咧交棒咗俾呢一個嘅金牛座之後咧，你哋係會更差嘅。你哋係會更差咧？交棒正喎，咁係咪真係等於我唔需要咁痛苦 ？Sorry， 唔係。其實交棒之後咧，雙子座會更加慘啲嘅，係啦，會更加慘啲嘅。咁所以咧就變相係唔係一件好事啦。好啦，咁啊天王星交棒咗俾金牛座，代表住啲咩咧？首先天王星係講緊出其不意啦，嚇你一跳啦，從來估你唔到啦。然之後咧就會令到你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嘅。咁所以呢個天王星咧仲要落喺金牛座，咁金牛座對應住啲咩咧？錢、
身體健康同埋個人價值。咁簡單啲嚟講咧，就會影響到你哋嘅財運啦、事業運啦、身體健康運啦，而且天王星咧係屬於外在嘅力量嚟嘅。咁所以咧，接落嚟大家可以預計到啦，金融經濟會有一個大嘅變化啦，可能突然間會殺出一個病嚟啦，一個可能係流行病咁樣啦，甚至咧可能會幾影響大家嘅工作嘅。咁啊大家而家都知噶啦，呢個時勢咁好係咪？執10間就開20間咁樣，咁啲工作咧係的而且確係問水嘅。想轉工嘅朋友成日都唔敢轉，因為覺得個市道差嘛，呢個係真嘅。咁呢個係天王星咧會帶嚟嘅一個好大嘅一個挑戰啦。而且咧呢一個嘅天王星幾時順呢？出年2月先順嘅，2月初先會順嘅。OK， 2月初先會順。咁所以咧，由而家開始11、12、1、2，整整3個月嘅時間。OK， 整整3個月嘅時間，係一件非常之痛苦嘅嘢嚟噶。好啦，講咗水星啦，講咗天王星啦，咁當然不得不提嘅就係我哋木星啦。嗱，我成日都形容咧水星咧只不過係感冒嚟嘅啫。OK， 小感冒嚟嘅啫，唞下就好噶啦，佢會好嘅。但係木星就唔同啦。木星係大吉星嚟嘅，佢而家要逆行，仲要逆行喺巨蟹座度。OK，咁呢個大吉星逆行會有啲乜嘢嘅好處呢？好處咧就係大家冇咁情緒化，大家終於有機會咧去解決問題，終於會理性翻啲，唔會再咁感性用事啦，唔會再意氣用事啦，唔會再淨係覺得只可以咁樣去解決啦，好固執啦，好諗唔透啦，好情緒用事咁去解決啦，呢個係好處嚟嘅。咁但係壞處咧就係你大吉星 OK 去逆行啦，咁大家冇咗大吉噶啦 OK， 大家要靠自己啦，大家要相對靠自己啦。而且咧木星係象徵住放大嘅，本身一啲好好嘅能量就縮細咗啦，放大唔到啦。咁當然啦，同樣地嘅，本身一啲壞嘅能量咧，亦都會縮細咗啲嘅。咁所以咧，木星逆行咧就成日都話 cancer 咁嘅，自己打自己嘅。咁究竟自己食粥食飯咧，就真係要睇自己咧點樣去頂呢一波啦。好啦，除咗會有木星繼續逆行木星會開始逆行之外咧，嗱，木星幾時逆行完咧？出年3月嚇。係啦，所以咧亦都係一個好長嘅逆行時間。好啦，木星逆行會影響最主力係邊2個星座咧？人馬同埋雙魚座。咁當然啦，巨蟹座都會係主角啦，因為人馬同埋雙魚你哋嘅正副守護星咧就係木星啦。咁所以你哋人馬同埋雙魚座咧 ready 啦，你哋嘅守護星咧要逆行啦。OK， 好啦，下一個咧比較大型嘅咧，當然就係我哋嘅土星啦。係啦，嗱，土星咧終於準備順行啦，但係只係準備啫。咁幾時咧？11月28號先至順行，佢已經咧逆行咗137日噶啦。咁如果你嘅星座係摩羯座嘅話咧，恭喜你哋啦！你哋嘅守護星咧終於準備順行啦，咁啊可以有啲出色嘅機會啦。咁但係咧土星而家逆行緊咧，其實大家嘅壓力咧應該冇咁大嘅。但係土星一順行咧，大家嘅壓力咧又會嚟翻了噶啦。OK， 又會嚟翻了嘅。OK， 好啦，仲有乜嘢星逆行咧？嗱，水啦、天啦、木啦、土啦，當然唔少得咗我哋嘅海王星啦，係啦。咁海王星咧今日就唔太講得好深吓。咁啊，海王星逆行咧會影響住嘅咧就係雙魚座啦。咁所以雙魚座恭喜你哋啦，你哋嘅正副守護星木星、海王星一齊逆行。咁雙魚座咧應該辛苦咗好多個月，係咪？有幾個月咧係連續都係排第尾嘅。咁自己諗下啦，今個月。自己諗下啦，今個月 OK。佢玩 Blackjack 派到3門俾我，咁好彩你越嚟越好彩 OK。你老公係人馬 GG 啦，係啊，準備 GG 嚟 OK。咁我哋有5個行星逆行啦吓，咁我要加快速度講多少少。咁啊，第一個先兆就會係5星逆行啦，第二個先兆係水逆啦，第3個先兆係天王星逆行啦，第4個先兆咧亦都係今日嘅主角。點解話今個月咁乸慘咧？點解會今個月話哇真係好乸痛苦到咧連阿 I 咧都決定放多啲假嘅。平時我一定會翻多啲工嘅，我而家決定放多啲假，因為就太辛苦啦。11月發生咩事咧？11月發生咧就叫做水象大三角。嗱，大三角咧就代表住呢個力量咧係和諧地向上升嘅。咁咩叫做和諧地向上升咧？和諧地向上升就代表住水象嘅能量會發揮得特別好。咁我哋而家天蠍生咗日啦，係咪？咁啊天蠍啦，水星喺天蠍座啦。咁啊唔係 sorry， 太陽喺天蠍座啦。
咁啊，水星未交棒嘅，水星要10號之後咧先交棒俾人馬座，未咁快啦。咁水星係啦，好啦，跟住木星咧喺巨蟹座度。Hello J1，跟住咧土海係咪喺雙魚座度？咁所以咧水象係象徵住啲咩啊？水象咪就係 emo 咯，冇錯啦 ，emo 大爆發啦。大家會非常感性啦，大家會嗱，雖然木逆會好啲嚇，木星逆行已經好咗啲噶啦，嗰個 emotion， 但係絕對相信咧，大家會情感大爆發啦，情緒大爆發啦，過去一直抑壓嘅嘢會爆晒出嚟啦，你嘅黑暗面終於正面去迎面對呢一個黑暗面。譬如你嘅黑暗面就係有肥膏嘅，咁你就要去減肥啦。有人真係指住恥笑你好肥，話你咁肥嘅，着啲衫咁核突嘅，話你呢個肚腩好似米芝蓮咁，有好多人俾啲好難聽嘅說話你，咁你本身好介意其實，咁你聽完之後你就好 emo 啦，你想收埋自己啦。要知道呢，天蠍座呢係象徵住黑暗面，好陰暗嘅。巨蟹係咩啊？小劇場，諗非常之多。雙魚係咩啊？超級敏感體。OK， 敏感到爆嘅，敏感到完全不能自我嘅。咁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今個月無論你係咩星座，咁當然啦，尤其是你係天蠍、巨蟹、雙魚嘅朋友，你哋今個月係要打大佬噶。過去逃避咗好耐嘅嘢，不能再逃避啦。好處就係既然發生咗，既來之則安之，你要去解決啦。唔好處就係 sorry 啦。逃避係再冇用噶啦，今個月係必然一定會發生一啲嘢，咁當然唔係全部差嘢啦嚇，有機會係好嘢嚟嘅，咁我哋會個別星座再討論一下。OK，咁所以咧呢4大先兆咧就已經可以話俾大家知道點解今個月會有13、14、10。OK， 好啦，少少嘅溫馨開心提示嚇。首先第一，火星咧會離開天蠍座，咁就會去人馬座嘅。呢個咧係一個 good 嘢嚟嘅，因為火星咧會加持人馬座嘅力量，象徵住咧大家對追夢啊、追目標啊，會有一個好想做到嘅企圖心啦。咁但係因為有水象大三角嘅關係啦，佢會嚟懟冧你哋嗰個目標啊、夢想啊，你哋可能會2025年覺得。喺2025年都臨尾啦，點解好似冇一啲 achievement 啊，冇一啲好嘅成就啊，甚至有啲嘢想 close 咗佢，想接埋佢，都會係呢樣嘢。好啦，其二啦，都算係好嘅金星啦。金星咧會落咗天蠍座度嘅 ，OK。咁頭先講咗啦，大家會有陰暗面啦，有啲秘密啦，會彈咗出嚟啦，你大家必須要面對啦。但因為有金星嘅力量幫助之下咧，可能會有貴人啊，可能突然間發生咗啲事，令到你叮一聲解決咗你嘅 emo 啊，等等嘅嘢都有嘅。但係要知道咧，金星落天蠍座咧係屬於弱勢位嚟嘅。咁弱勢位就代表住金星嘅力量咧，本身可以發揮100% 嘅嘢咧，就變咗可能得40%、30%。咁所以咧就今個月咧吉嘅嘢又好似唔係好夠力，跟住空嘅嘢好似好大力，咁所以咧就大家 OK 係自己要平衡一下你哋嘅心理啦。好，我哋正式開始啦。點解成日打大佬？因為今年係真係變化之年嚟嘅。你可以聽翻我2025年嘅整體運勢講解，係今年係注定 OK 係注定係痛苦，注定係變化，但係注定係需要解決過去20年冇解決過嘅嘢。因為冥王星已經落咗水瓶座1年。OK， 差唔多1年啦，咁時代變咗啦，係咪？再加上好快好多行星會落白羊座，白羊座係第一宮第一個星座，即係好似重新開始咁。成個你哋當自己係新手村，係咪？去打機咁樣新手村，個個都係 level 1，咁一定會覺得好困難啦，係咪？明明自己 level 99嘅，打遍天下無敵手嘅，咁你俾人掟翻落去 level 1，梗係搞唔掂啦。好正常嘅，你有抑鬱症嘅雙魚 X 上個禮拜先話想尋死，擔心咗你嘅X 嘅嘢就唔好煩翻住自己啦。講真，你幫佢唔係好多嘅啫，其實。好嚟啦，第一個風象星座天秤、水瓶、雙子，嗱呢啲咧
呢個排名嘅次序咧係屬於你哋自己喺我文章嗰度投票嘅。咁我亦都強烈建議你見到文章投票咧就投咗先。點解咧？因為如果係非會員嘅所有朋友咧，你哋咧重溫嘅時候咧，淨係睇到淨係睇到風象同火象都係頭2個嘅啫。咁所以咧就記住咧投票投多啲啦。咁你哋重溫嘅時候可以無限咁樣 loop 啊嘛。好啦，嚟啦，講咗天秤座。唔記得咗講添，係啦，今日嘅比例咧，太陽、上升、月亮嗱，今次好特別吓，1:3:3。第一個聽天秤好驚，唔驚喎微風。估下天秤排第幾？我望下先，話係，原來天秤係排呢一個次序 ，OK， 唔驚，好先。7，大家都咁有信心嘅，咁有信心覺得自己排第7嘅，即係覺得自己啱啱好合格多啲啲，或者合格爭少少合格都好啊，係咪？好過排手係咪？好，咁咧天秤座咧答案咧就係有人估到嘅，不過咧好多人都估唔中。答案咧係排第3位嘅，係咪完全估唔到咧？因為天秤我知道你哋黑咗好乸耐噶啦，你哋辛苦咗好乸耐噶啦，工作又癲撚咗，身體又癲 Q 咗，係咪？所有嘢都癲 Q 咗，竟然今個月可以排到第3。但係我重申一次啊，今個月咧你哋就算可能排頭幾位都好啦，個分數係極低嘅。你睇下天秤座健康得3.5分，事業得5.5分。都已經係第3位嘅 ，OK， 都已經係第3位嘅分數啦。你哋可以考慮一下，究竟4至15位嘅朋友個分數可以有幾咁高，有幾咁高 ，OK， 好開心啊！你哋位排第3 ，Oh yeah！ 嗱，呢段時間咧，天秤座咧，你哋嗰個水象大三角咧，係一個好實際嘅一個水象大三角嚟嘅。咩叫實際水象大三角咧？就係你哋發生嘅事件係好實在影響你哋嘅生活嘅，包括錢，真係會有錢上邊嘅流動啦，或者流失啦，會 feel 到嗰個金錢觀係需要係時候處理錢啦，唔可以淨係用個情緒感覺 feeling 去處理錢銀嘅關係，要留意下支出同收入，要留意下自己，喂，會唔會其實每個月過嗰啲卡數係錯㗎？其實會唔會食多咗幾百蚊唔知啊？或者其實會唔會收少咗幾百蚊又唔知啊？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咧，天秤座係需要實際務實咁樣去睇你嘅支出同埋收入。另外啦，因為有好多嘢已經塵埃落定咗好多噶啦，呢段時間咧係需要實際付出嘅，付出幾多就回報幾多，好實在嘅。另外啦，木星會逆行喺你哋嘅10宮位置，即係你哋嘅老細位置。咁老細位置嘅好處咧，就係你老細會好睇重你啦。你老細會成日揾你啦，你老細會唔放過你啦，而且你老細係咩巨蟹座嘅人嚟嘅？咩叫巨蟹座嘅人啊？好乸多小劇場，5時花6時變，今日中意黃色，聽日中意藍色，後日中意綠色，吹咩？跟住咧，可能又講啲唔講啲，想你猜測佢嘅心意。嗱聲啦，都咁急啦，啲嘢點解唔講清楚咧？唔係，你老細要你估。你老細要你猜度，係咪？仲要呢，10宮係代表住明星嘅，所以呢，你點樣對人，人就點樣對你噶啦。你可能會主動發動你嘅攻擊啦，當然。咁但係你攻擊人呢，人哋就會攻擊你噶啦。所以你自己要諗清楚啦，究竟你有冇呢個力量去攻擊其他人？又或者你平時係點樣對待人？嗱，善有善報，福有福報。木星呢都有少少嗰種感覺呢，係類似上天好生之德啊，福報啊，類似呢啲咁嘅感覺。咁所以咧，你哋做得好，又或者你哋之前嗰個名聲係好好嘅，譬如呢個天秤座咧好幫人噶，呢個天秤座咧係好努力噶，
呢個天秤座咧成日都 OT 㗎，呢個天秤座唔怕付出㗎。咁你哋啲明星好咧，對你哋今個月咧係有絕大嘅幫助。幫助你哋啲咩咧？就係當有啲人想背後殺你幾刀、捅你幾刀嘅時候，會有人開聲幫你，又或者咧冇人信嗰條友講嘢嘅，唔係喎，我識嘅天秤座唔係咁樣嘅喎，咁所以就真係要睇下你過去係點樣啦。另外啦，土海嘅問題啦，土海逆行係咪？而且係雙魚座逆行，所以你哋咧有啲嘢咧係必須要解決嘅。第一，身體健康。我相信咧有好多天秤座咧，其實可能9月啊、8月啊已經身體非常之唔健康噶啦。一係就成日病啦，一係就感冒感極都唔好啦，因為可能長期咳啦，甚至可能入過醫院啦，可能有一啲長期嘅毛病產生咗啦。咁所以你見到咧，我都係仲係俾緊3.5分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咧，第一你嘅壓力非常之大啦，你嘅工作壓力好大啦，有時就處理唔到啦，而且你要處理嘅嘢咧有好多噶，OK？可能係同時處理緊，好似阿微風咁，同時處理緊3個 project。咁你好多嘢時都係跟到 A 又跟唔到 B， 跟到 AC 又跟唔到 B， 跟到 BC 又跟唔到 A 咁樣，已經好俾心機噶啦。但係好多都處理唔切啦，跟住可能同時亦都會產生好多員工嘅問題啦，同同事溝通嘅問題啦，再加上咧水星逆行喺你哋上半場喺溝通嘅宮位嗰度。下半場咧就係你哋價值啊錢嗰邊嘅，咁所以咧呢個水逆咧亦都會好影響你哋溝通嗰方面。OK， 雞同鴨講啦，唔係好了解啦，有誤解產生啦，甚至咧你講錯嘢得罪人你唔知道啦，搞到你好大鑊等等等等等等啦。OK， 咁所以咧你哋要留意啦，今次嘅水逆咧上半場你哋必須要注意嘅咧，第一，如果你哋要去旅行嘅 sorry 啦，上半場咧係不利於去旅行嘅。OK， 不利於去旅行，再加埋咧火星3宮嘅關係，就算你哋去旅行都好啦，都好多突發性嘅事會發生㗎，好匆忙㗎，可能哇突然間要衝去趕飛機，突然間可能就要冇咗個機場巴士，又要衝去第二條路啊咁樣，可能咧所有嘅行程都好趕急啊，唔知咩原因有 delay 啊、塞車啊，搞到你行程好趕急啊，又或者可能有好多嘢發生咗，搞到你嗰個旅行係一波三折嘅。好啦，第二啦，會影響嘅咧就係，譬如你讀緊書，你考試會影響嘅。OK，如果呢段時間你仲係讀緊書嘅學生啊，或者你係進修嘅朋友嘅話咧，就要小心啲啦。讀書溝通方面會偏差嘅。第三啦，頭先講咗嘅溝通嘅時候都會係雞同鴨講。好啦，下半場啦，當水星落咗去天蠍座嘅時候啦。咁水星咧逆行喺天蠍座咧就11月19號之後，咁嗰段時間會發生咩事咧？就係天秤座必須要搞好你哋財務嘅問題啦。你哋財務會產生壓力啦，會產生一啲甚至小破財啦，甚至咧會令到你哋完全明顯咁樣 feel 得到嗰個嘅財務壓力壓咗你哋身上啦。咁所以咧。係啊，你哋排第3啊，但係好似全部都係啲好差嘅嘢，係咪？咁但係我都要講翻啲好嘢嘅。好嘢咧就係你哋係有貴人運嘅，佢哋因為你哋之前做過嘅嘢，欣賞你、睇重你、俾機會你，你哋可以靠住自己嘅實力同努力去證明自己。唔單止可能你係跑數 sales 冠軍，可能你係 project 搞掂冠軍，可能你係 deadline fighter。透過呢啲具體實際嘅成績喺公司嘅地位，會好好咁幫助到天秤座安心上路。OK， 可以安心咁樣度過呢個11月。一切是福不是禍嚇，是禍擋不過。有時係自己造成嘅嘢咧，請好好去面對啦。我個人覺得天秤座咧應該係會比之前好嘅，因為之前咧無論你哋點樣努力，點樣去俾心機，點樣去做咧，都係棘。而家唔係啦，你哋做嘅嘢咧係可以發揮得出嚟，你哋做嘅嘢咧可以將呢一個危機變成轉機。要知道咧，天王星喺8宮，頭先講咗其中一樣嘢啦，天王星都好重要，係咪？天王星喺8宮，所以變相對於你哋嚟講，你哋透過實力冇咁翳悶，可以真真正正證明俾其他人睇你係得嘅，你係可以嘅，你做得到嘅，你避到呢個難。OK， 避到呢個難。
咁所以咧變相咧再加埋金星二宮嘅加持，雖然係弱勢位，但係我覺得你哋嘅財務唔使太過擔心，你哋工作證明自己唔使擔心，有實力就得天下噶啦。咁所以天秤座咧之前係被綁手綁腳，人哋話你係咩就係咩噶啦，而家唔係，你哋決定。好似Halloween 咁樣扮成係啲乜嘢？你覺得自己係 Superman 嘅就係 Superman， 你哋覺得自己係Wednesday 嘅就係 Wednesday， 你覺得自己係 Lina Bell 就 Lina Bell 咁樣嘅角色去出發。咁所以天秤座唔使太過擔心嚇。好，至於天秤座嘅幸運組合方面啦。幸運組合方面，幸運數字係7號，幸運嘅日子係16號，幸運嘅顏色係黑白色，需要留意嘅日子係27號。好，咁啊，每一次水逆咧，我一定會叫大家帶嘅咧就係我嘅設計款啦，守護星系列啦，或者係水逆系列。咁如果係天秤座嘅話咧，我會建議你哋帶嘅咧係守護星1.0，佢係咁多款設計款裏邊咧最幫到大家突破而家困境。突破而家困境，之前天秤座綁手綁腳係咪？成日都好多人會唔中意你啦，俾屎你食啦，俾鑊你孭啦，你老細發癲啦。呢一條守護星就係幫你突破而家呢個困境，從而令到你走嘅路會順啲啦，你嘅情緒會鋸啲啦。你個人嘅行動力會高啲啦，負能量會少好多啦，甚至啲蘇州屎啊棘住你嘅亦都會大大咁減少嘅。咁我成日都話噶啦，你哋買設計款咧絕對係唔會蝕底嘅，因為每一年都會有水星逆行，每一年都會有行星逆行。你哋嘅守護星金星出年都會有逆行，所以你哋買嘅設計款咧，基本上可以帶到你哋棺材前噶啦。咁所以咧買設計款係非常之抵嘅。所有嘅設計款咧都會有一對一跟你哋嘅命盤喺設計上面咧，會根據你哋嘅命盤咧會有調整同更改嘅。咁所以咧就會比較更加貼近到你哋嘅太陽上升月亮係啲咩而去製作啦。咁啊手圍可以跟你哋嘅手圍啦，唔中意咁花巧嘅，中意成條都係水晶嘅，亦都可以幫你度身訂做咧成條水晶。咁啊所有喺直播見到係啦，想訂我哋設計款嘅朋友，無論你係訂守護星系列定係水逆系列，全部都會有88折嘅優惠。88折嘅優惠。咁所以咧記住咧就同我講係啦，嚟揾我嘅時候咧同我講，以我 YouTube 嗰度睇你直播設計款有88折優惠咁樣，因為咧你哋帶邊一條，最終帶邊一條會啱你哋咧？其實我可以睇埋你哋嘅太陽上升月亮，加埋咧又先 suggest 一個俾你會更加好嘅。咁咧天秤座用守護星1.0係一個參考下。好，下一個啦，到邊個啊？水瓶座，哇係咁大鑊啊！水瓶啱啱帶彼得石啱嗱，你會見到我嘅守護星設計款咧係有彼得石。1.0係有用彼得石，係所以係啱嘅。你望到我條設計款有啲乜嘢，你係帶咩係差唔多噶啦。即係最尾係絕望唔絕望嘅，應該財務已經唔好，陸續有嚟想躺平，我都想躺平啦，你一齊嚟躺平啦。哇喺風象真係好特別。非常之特別，佢係三路都齊晒嘅。好嚟啦，到邊個？水瓶座啦，好揭曉啦。睇下先，I 星榜水瓶座，你哋等一陣啊！我睇我個資料係唔正確嘅，等我望下。我個資料咧係冇咗水瓶座噶，好驚啊，大佬！係啊，點解冇咗水瓶座咧？個水瓶座去邊啊？我個資料係水瓶座唔見咗啊！喺個太空度漂流咗，我冇，點解我排名冇一個係水瓶座嘅？我因為 cut 咗，因為 cut 唔
係啊，係 cut 咗啊！我係 cut 咗啊！直情啊，直頭從此冇咗水瓶座咯，好唔使你聽，直接消失咗。即係嗰啲 I 星唔夠大。係啊！阿 Ring 姐要收工啊嘛，UFO 嚟接我啊！係啊 ，UFO 嚟接佢啊！各位，我哋一齊嚟拜拜啦！知道我點解唔見水瓶座 ？OK， 因為水瓶座咧係榮登咗我哋 I 星榜嘅第15位嘅，佢就係最尾嗰個啦。因為咧我 cap 排行榜，我淨係 cap 到1至11，跟住第12位唔見咗。佢點解冇水瓶去邊？我以為自己 cap 錯嘢定點樣？你哋已經係飄到15位啊，好似唔係好夠遠。我覺得你哋因為覺得15位唔夠遠，係啦，15位咁好，冇理由嘅，應該起碼去到20位啦，係啊，咁所以咧就直情係唔見埋 ，OK， 直情喺挨緊紙度都唔見咗。恭喜你哋吓，之前都覺得唔錯係咪？唔怪一支被消失即刻驗證咗，係啊，因為直情係。你哋可能自己覺得真係15位咁輕騎下，你唔乸係啊？起碼都20位啦，或者30位啦、40位啦，係咪50位啦？好，水瓶座，其實我都唔知點解水瓶座咁差啊！你問我唔係好理解啊！我覺得係個分數嘅問題啦。係啦，個分數大家都見到係非常之高分㗎啦，係咪？啲嘢全部都係唔合格咁滯嘅，係咪？即係我覺得係分數嘅問題咯。但係咧，我又覺得咧，我講下咧，你哋可能覺得水瓶座都唔係真係咁差啫。係啊，講下你哋可能唔好覺嘅。嚟，我哋講翻呢一個11月會發生咩事？點解會排到第15位先？嗱，首先咧，最主要啦嚇，我覺得你哋最比較辛苦嘅地方咧，就係你哋同天秤座一樣嘅。你哋嗰個水象大三角咧，都係喺一啲土象嘅宮位嗰度 ，which is 咧係非常之實際嘅。包括係咩咧？第一，首先咧就水瓶座會工作忙到牛啦，係啦，係真係牛啦。嗱，你哋做得唔差噶吓，講真嘅，水瓶座唔會做得太差嘅。你哋會有同事嘅運氣啦，咁運氣就分好運氣同埋衰運氣啦。咁所以咧，水瓶座就會有好嘅同事啦，同埋衰嘅同事啦。咁其實唔係衰嘅同事，係煩嘅同事啦，係啦，會令到你有好多瑣碎嘅嘢要 follow up， 係啦，好多瑣碎嘅嘢要 follow up。本身你已經係職場嘅精英嚟噶啦，眯埋眼都識做噶啦，咁但係太瑣碎啊，明唔明啊？同埋要你乜都要你跟啊，你唔跟就出事啊，你唔跟就大鑊啊，你唔跟就搞唔掂啊，唔跟就會有啲問題啊。咁因為你做到好熟啦，係咪？你勁啊嘛，咁咩都咪搞到你成為好重要咯，咩都嗌你咯，好似我啲同事咁，咩都嗌阿 Ring 咯，冇人嗌我噶啦，而家全部都揾阿 Ring 噶咋，幾輕鬆啊！我以前係咩都嗌我，咩都話我個個都要跟，個個都要答，係咪？而家我幾輕鬆啊，推晒個波落阿 Ring 姐度，咁所以變相咧就你好攰，係啦，會好攰，會攰到病。OK， 攰到病，同埋身心咧都會有啲情況嘅，咁所以咧我不時都問下 Ring 姐你最近身心好嗎嘅，係啦，因為唔係淨係身體上面嘅病，你會 feel 到自己心靈嗰度咧都會有啲病嘅情況出現嘅，咁嗰啲病咧其實係嚟自天王星俾你嘅，嗱，要知道咧天王星係你哋嘅守護星嚟嘅，而家天王星要交棒，你哋一定會有體感去感覺得到呢個天王星嘅影響。而且天王星係影響喺邊度呢？我一陣間講，我哋講翻晒所有成個水象大三角先。好啦，頭先講咗啦，工作忙到嘔係咪？雖然忙到嘔好過失業係真係好事嚟嘅。咁再加上你啲同事又好值得相處嘅同事啦，亦都會令到你情緒大爆發嘅同事啦。你咧甚至咧可能會同啲同事嘅工作嘅聯繫咧會變成一種咧，就係你覺得自己好似黐線咁啦。究竟係我問題定佢問題咧？究竟係我講得唔清晰，所以佢唔明啊？定係真係佢蠢咧？究竟因為佢冇心裝載聽我講嘢，所以佢咁做啊？定係我講得唔夠好？唔夠白？唔夠合適？跟翻佢個 turbo， 跟翻佢嘅節奏，跟翻佢嘅 IQ 度去講好，搞到你直情係精神分裂咗噶嘛？
即係你又唔知究竟係我問題一定佢問題，但係啲同事嘅問題係真係不停係咁發生喎，係咪？好啦，嗱呢段時間咧，水瓶座我會建議你好好發揮一下自己實力嘅，去表現一下你自己其實係真係做到呢一樣嘢，你係真係應付到呢個工作。你會得到你嘅老細啦、上司啦、長輩啦嘅誇獎啦、欣賞啦、有收穫啦。咁喺良性嘅循環之下咧，水瓶座係有升職運啊，或者好容易得到同事啊、老細嘅信任啊，表現好咗啊，你都會開心咗。但係相對啦，咁老細知道你做得嘢啦，咁梗係咁俾嘢你做啦。老細知道你做得嘢啦，咁即係我咁樣咯。我知道阿 Ring 姐做得嘢，咁我會做咩？放假啦。消失啦，跟住成日都會同佢講話嗱，交低俾阿邊個做呢個，嗱交低俾阿邊個做呢個，嗱交低俾你，你決定下你邊個做邊個。我而家成日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咧好明顯就已經應驗咗咧，水瓶座係唔係做得差嘅，咁但係就係因為個木星再加埋太陽去攻陷咗你哋事業嘅宮位嘅關係，導致到你哋而家咧係俾你老細望住咗噶，因為太陽十宮，成個太陽照住你，你老細一定望住你嘅。你老細一定望住你做成點㗎，所以如果你唔係一個有實力嘅水瓶座，真係唔好似 Ring 姐咁勁嘅話咧，疏鳩年啦，你哋好大鑊嘅。所以所有水瓶座，如果覺得自己唔係好掂嘅，麻煩你低調龜縮，唔好俾佢見到你 ，OK？最好唔好俾佢見到你。但我覺得咧，基本上都會係屬於幸運嗰堆嚟嘅水瓶座，即係可能好彩地你做錯嘢冇俾老細發生，你自己搞掂咗嗰一種情況。另外啦，要重視嘅必須要重視下係你哋嘅健康。OK， 呢個健康咧埋咗好耐噶啦，埋咗幾耐咧？可能埋咗成年噶啦，包括就係夜瞓啦、唔夠瞓啦、唔夠休息啦，可能成日撳手機啦，可能會搞到有啲腰痛啊、胃痛啊，可能會搞到有啲好耐嘅毛病，終於突然間發作啦。OK， 因為太辛苦啦工作，自己嘅生活咧嗰個模式又唔係好健康喎，咁咪好容易會發生咯。不過因為有木星嘅加持啦嚇。你哋肯 check， 你哋肯去睇醫生，肯去改變一下你哋嘅生活嘅話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同埋盡早治療、早發現咧係一件好事嚟噶。好啦，其次啦，要擔憂嘅咧就係土海嘅問題啦。土星、海王星逆行喺2宮位置，所以一定係關錢事，一定係關錢事嘅。錢第一係你哋嘅壓力來源啦，錢你又要衡量一下，你哋要調整一下你哋嘅出入啦，甚至咧你哋會發現咧，你哋會改變你哋想揾錢嘅方式。可能以前唔投資嘅，而家就係投資一下；可能以前唔炒股票嘅，而家炒股票啊；以前唔會識做咩定期嗰啲啊，都試下做下定期。咁所以咧，錢方面因為係一個壓力嘅問題啦，你哋需要去處理啦。咁所以咧，可能好多水瓶座咧，除咗有正職之外咧，仲會有好多副職去嘗試去幫補一下你哋嘅工作嘅。咁但係因為錢嘅關係啦，部分嘅水瓶咧，反而其實可能今個月揾錢係多咗嘅，因為錢係壓力㗎嘛，咁你自然會做啲嘢㗎啦，自然佢會揾多啲錢㗎啦。咁呢個亦都會係一個好處嚟。好啦，水星啦，水星咧就會逆行喺你哋嘅11同10宮啦。上半場先嚟，上半場咧就係你哋可能工作啊或者自己生活上面咧會有一啲新嘅圈子。而呢啲圈子咧好奇怪嘅，你會覺得係雞同鴨講嘅，即係九唔搭八、牛頭唔搭馬嘴啦，甚至你哋嘅價值觀好唔同啦，咁咧會出現咗一個磨合嘅階段，你會覺得咧人際關係唔係好順利嘅，尤其是對住一啲新嘅、陌生嘅、新入嚟我哋圈子嘅人，你覺得會有差落，你會覺得好似唔係好掂當。嗱，如果你本身水瓶座去做開 YouTuber 啊、IG 去賣下廣告啊，又或者你做一啲會對大眾社會啊、陌生人啊做 sales 啊、做老師啊，對住一大班人呢啲工種嘅水瓶座咧，要小心啦。上半個月19號之前，水星逆行咧就會影響你哋呢方面嘅溝通，有機會會做啲咩？無啦啦喺 Thread 度見到你嘅樣啦，可能喺各大新聞見到你嘅樣啦，可能你會被網暴啦。可能你會俾人嘲笑啦，俾人擺咗上去啦，會有呢啲情況嘅。咁所以咧喺網上邊嘅發言咧要小心啲。好啦，下半場啦，下半場就水逆10宮啦，咁啊又係關你老細事啦。咁你老細就會麻 Q 煩啦，係啦。咁阿 Ring 你準備啦 ，OK？ 我19號翻嚟，係啊，因為我放假啊嘛，我真係放假，我真係咁啱放假放到。我真係放假放到19號啊！你啱啦，係啊，19號我翻嚟找渣噶啦，19號就會翻嚟，個老細就會發癲啦，黐咗線啦，
佢會同你有雞同鴨講嘅情況啦，佢會有同你溝通唔善嘅地方啦。你嘅工作會成為你被討論，即係你工作表現啦，會成為你被討論嘅一個點啦。而且仲可能會發現咗你一個鮮為人知嘅秘密啦，可能會發現咗你一啲從來都冇諗過原來你會咁做嘅情況啦。咁所以咧就水瓶座要小心啲啦嚇，記住行善係好重要嘅，行善係好重要嘅。咁啊，至於頭先講緊嘅天王星咧，就要留意啦，因為天王星咧攻擊緊嘅係你哋嘅四宮，即係屋企位置。咁所以咧，可能11月嘅時候咧，會突發性屋企會出現一啲嘢嘅。咁嗰啲嘢可能係包括啦 touch 定 wood 先，可能你爹哋媽咪身體唔舒服要照顧啦，可能你要裝修屋企啦，可能要搬屋啦，可能你要置棄一啲新嘅家具啦。咁好啦，另外啦，你嘅安全感基地會有一個好大型嘅改變。咩叫安全感基地呢？如果你哋安全感基地係錢嘅，你嘅錢會有個好大嘅改變；如果你嘅安全感基地係你份工嘅話，你嘅工作可能會有好大嘅改變；如果你嘅安全感基地係你嘅同你嘅另外一半嘅關係嘅話，你同你另外一半關係咧都會有好大嘅轉變。所以對於好多水瓶座嚟講，點解頭先我就係話你哋嘅身體會好唔健康，你哋嘅心靈都好唔健康呢？就因為呢個天王星所賜啦。天王星係會有突發性嘅事件，導致到你哋喺呢一方面嘅身心靈咧係需要好好咁樣關注。阿 Ring 記住行善啊，叫你。佢每日都要捐錢，捐2蚊。係啊，要擺定個箱喺度，捐俾呢個可能咩麥當勞叔叔之家啊。係啊，優比斯啊，唔係奧比斯啊，尤其是奧比斯啊，眼啊，無國係咪啊？又記住呢樣嘢，我覺得越天蠍嘅真係。優比特需要。係啦，咁啊，所以咧就水瓶座其實聽落唔算太差嘅，只不過係做到嘔咁解啫，冇乜嘢嘅 ，OK 嘅。好，至於你哋嘅幸運組合方面啦。幸運組合方面，幸運數字係22號，幸運嘅日子係8號，幸運嘅顏色係大地色，需要留意嘅日子係3號。好，至於你哋嘅幸運水晶方面咧，就會係最新設計嘅守護星2.0。2.0咧係放眼未來嘅水晶設計款嚟㗎，包括就係有信心同勇氣跟隨自己心意行事啦，排除小人黑氣做嘢順利啦。搞掂自己內心情緒失控內耗嘅情況啦，提升你哋嘅集中力、決斷力、決策力、分析力、溝通力啦，帶嚟好嘅人緣啦、貴人啦、愛情啦，加強你嘅自信心、領導力。OK， 亦都會識得愛自己，同埋咧會緊守以上我所有講嘅嘢。咁所以咧，呢一條手鏈咧，佢真係集中 for 你哋未來必須行嘅時候一定要有嘅所有特質。咁點解我會將呢一條擺喺水瓶座度咧？其實水瓶座咧而家咧，始終因為冥王星喺你哋嘅年代關係啦，你哋應該係向上行緊嘅。只不過你哋覺得行得好辛苦，係因為你哋行緊上山頂咧，所有路咧都接近可能係200級向上爬。或者嗰條路咧係極斜嘅，唔係平坦嘅，咁所以你哋個向上升咧係痛苦嘅，但係向上升嘅。咁所以我希望咧呢個守護星2.0咧可以幫到你哋向上升嘅時候冇咁痛苦，又堅持得到啦，又醒啲啦，可能知道有啲邊啲小路可以上得快啲啦，冇咁斜啦，等等等等。咁記住啦，所有嘅設計款咧都可以跟翻你哋嘅星盤做少量嘅調整，同埋咧100% 咧係客製同埋幫你哋手圍去客製嘅。所有設計款咧都係一定會經過I 隻眼過咗先會送到俾大家嘅，放心吓。好，下一個雙子座，我哋已經出咗一個第15位啦，最尾啦，咁所以雙子唔使擔心吓。嗱，雙子你哋都有心理準備啦，你都知噶啦，你嘅守護星嚟噶嘛，呢個係咪？咁冇可能唔差嘅 ，OK。咁但係咧又唔知點解好特別喎，雙子座你哋竟然 I 星榜排位咧係排到去第7位嘅。你哋諗下，水星係你哋嘅守護星嚟嘅，但係佢竟然可以
俾你哋逃過一難，排到去第7位，我覺得雙子都算係咁噶啦。有冇雙子座嘅朋友係覺得值得開心嘅，值得興奮嘅？但記住吓，今次聽嘅比例咧，太陽、上升、月亮係1:3:3嘅，太陽係少啲嘅，上升同月亮係非常之高嘅。OK， 咁所以咧，大家計嘅時候咧，就記住計好啲啦。好啦，中意呢條影片，喜歡阿 I 講嘅星座，幫到你趨吉避凶嘅朋友咧，記住喺呢條影片撳個 like button 一下。OK， 我見到個 like 數咧係比較少噶。咁所有風象，如果你哋希望自己，譬如天秤座咁保持第3位啦，希望水瓶座下個月唔好排最尾嘅朋友咧，就記住喺呢條影片撳個 like button 一下啦。我哋 like 數越高嘅話咧，我哋嗰個水逆對大家影響，5星逆行對大家影響嘅情況咧會少咗好多嘅。OK， 因為吸引力發生嘅關係吓。好啦，嚟啦。咁啊，水星係你哋嘅守護星啦，雙子座。咁所以咧，水星逆行你哋都可以想象到唔會太好噶啦。由11月1號開始，水星會開始停滯啦，然之後去到11號咧就會開始逆行。咁所以咧，所有嘅雙子座咧，你哋嘅黑仔嘅日子咧，可以想象咧係成個11月嘅，因為11月30號咧就完噶啦。好啦，你哋都係一樣嘅，同所有風象星座一樣，你哋嘅水象大三角咧都係喺一啲土象嘅宮位，係非常之實際嘅。咁對於雙子座嚟講咧，你哋俾人撼動嘅地方咧，你哋覺得好唔順嘅地方咧，就會係你哋嗰個喺工作方面究竟點樣去突出你哋嘅價值？喺工作嗰度，你哋點樣先可以話到俾人知你哋係值得嘅？好多人對你有意見，好多人對你嘅處事方式有意見，例如乜嘢為之先後次序啦，咩嘅重要性會好啲啦，但係你會繼續對自己做嘢嘅，即係繼續跟翻自己 style 做嘢。你會意識到咧，其實其他人對你係有意見嘅，有批評嘅地方。我會建議啦吓，所有嘅雙子座而家嚟緊嘅嗰啲人對你哋嘅批評咧，唔係全惡意嘅，佢哋係為咗你好啦，希望你好啦，覺得你真係需要有改進嘅地方咧去改嘅。再加上水逆嘅關係，我會建議雙子座盡量唔好爆啦，因為你哋一爆咧，反而會影響到你哋可能明星啦，可能你會少咗個朋友啦，可能你同同事會鬧翻啦，可能同上司會鬧翻啦，等等等等。要知道咧，土海咧逆行喺你哋嘅宮位咧，都係喺你哋嘅事業宮位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咧，對於雙子座嚟講咧，你老細、你上司睇唔睇重你咧，非常之重要。尤其是打工仔嗰啲，你老細啊、上司一定對你好嚴謹嘅，絕對唔會係溫和嘅。又或者貴人嗰方面咧，對你哋咧係一個 tough love 嚟嘅，即係非常之嚴格嘅愛。OK， 絕不溫和嘅，嚴師出高徒嗰種感覺。例如可能佢會覺得啊，你做油畫已經好靚啦，畫到好靚啦，直情係靚到咧會有人會買嘅。咁但係咧嗰個老師都仲係覺得咧你唔夠，你嘅 style 冇，覺得突出唔到你 style， 淨係油得靚係冇意義嘅。你會覺得佢好似有啲雞蛋裏挑骨頭。咁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呢個人咁嚴格，先至可以真真正正扶你哋起身。所以雙子座咧，你哋非常之有自己嘅諗法啦，非常之有自己個性啦，非常自己有自己嘅執着啦，自己嘅諗法啦。嗱，我從來都唔會話咧雙子座係蠢嘅，雙子座絕對係醒嘅。咁但係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嘛，係咪？你哋要知道，唔係所有人都係跟你嗰套，每人都有自己嗰套。如果你覺得好多人批評你嗰套，咁不如你試下唔好跟你自己嗰套，跟下人哋批評你嗰套，或者你會發現一個新嘅天空都未定嘅。好啦，另外啦，水星啦，水星咧會先喺你哋嘅7宮逆行啦，所以上半場咧就會有敵人啦，好多人單打你啦，頭先講咗噶啦，好多敵人啦，好多敵人會關注你啦，甚至你可能同緊你嘅合作嘅夥伴咧會有拆夥啊、拗交啊、嘈交啊，同緊平時嘅 partner， 包括你嘅另外一半、感情嘅另外一半，會有好多決裂啊、溝通嘅機會啦。其實應該咁講，有好多溝通嘅機會啦。你會發現佢，你可能發現到佢從來冇見過嘅一面啦。又或者你溝通嘅時候咧，覺得總係棘住好唔順利嘅，都唔出奇，因為始終水逆啊嘛。咁再加上咧呢一個水星嘅逆行咧係喺人馬座嗰度嘅，咁所以咧變相咧佢哋會對你造成嘅打擊咧就會影響你嘅信念啦，
佢哋對你嘅批評咧會影響咗你哋嘅事業目標啦，向前行嘅目標啦。好啦，下半場啦，過19號之後咧，你哋嘅麻煩位咧就嚟自你嘅同事啦，嚟自你哋嘅工作啦，嚟自你嘅身體健康啦。咁所以咧，去到下半場雙子座要做嘅咧，就係上半場可能就同啲親密嘅關係啦，或者敵人嘅關係咧，要開始改變啦。下半場咧就同你嘅同事啦、你嘅工作模式啦、你嘅生活方式啦、你嘅身體健康啦，要做個大整理。你要重新回顧一下過去究竟做啲嘢有冇嘢調整先。有冇啲嘢可以改進先？唔好成日下下咧就覺得自己一定係啱嘅。我相信有好多雙子座係有呢個好強烈嘅諗法，就係覺得自己係啱嘅。多句啦，我從來都唔覺得雙子座係蠢嘅。咁但係既然可以變好嘅時候，就不如把握下呢個機會。好啦，最後咧就關於呢一個嘅天王星啦。天王星咧頭先講咗嘅，交棒咗喺金牛座咧，對你嚟講絕對唔係一件好事嚟㗎，因為咧佢會喺你哋嘅業力宮位爆發啦，仲要係出其不意嘅業力爆發。咁所以呢個業力咧可能會同錢有關，可能會同你嘅身體有關，可能會同你過去付出幾多努力值唔值有關。咁先講身體方面啦，咁好明顯啦，就會係你以前忍咗好耐，或者有啲舊毛病會復發啦，有啲舊毛病嚴重咗啦，或者突然間出啲新毛病但係嚴重嘅毛病啦。好啦，喺工作方面啦，你會發現呢，究竟你之前嘅定位係啱唔啱嘅呢？你可能之前已經係付出咗好多努力，你 suppose 應該有啲回報嘅。咁但係而家就有一個正嘅實際嘅話俾你知，究竟你呢一個嘅定位，呢一個嘅付出，呢個努力嘅回報係咪真係有呢？可能真係冇㗎喎，你可能真係付出咗100%，但係1% 都收唔翻。咁所以咧，你要注意啦，呢段時間咧，你係需要調整一下你對於付出同收穫嘅期望值係點樣嘅。好啦，第三啦，錢方面啦。錢方面咧，你可能之前買咗啲股票啦，咁而家股票好動盪嘛，咁究竟我攞唔攞翻筆錢咧？又好似蝕緊錢咁樣。但係咧，如果你 strong hold 嘅話咧，又可能唔需要蝕錢等等。又或者咧，可能之前你擺咗嚿錢落定期嘅，都仲未攞得。呢排咧需要錢去周轉，咁點算咧？甚至可能突然間你會發現錢成為咗你一個突發性需要嘅嘢，你要嘔嚿錢出嚟。咁所以呢段時間咧就會覺得哇好棘啊！錢又棘，工作又棘，人際關係又棘，好多人對於我嘅評價都好棘。咁所以對於雙子座嚟講咧，絕對唔係一個細嘅挑戰嚟嘅。OK， 絕對唔係一個細嘅挑戰嚟。我會咁諗啦。既然天王星已經逆行去到你嘅12宮啦，咁不如重新審視一下你同其他人合作嘅關係啦。你究竟交嘅朋友係屬於啲咩朋友啦？需唔需要斷捨離啦？咁調整咗合作，調整咗你工作嘅細節之後，我相信你之後會好翻好多嘅。咁但係11、12月啦，包埋12月啦，其實都會係幾痛苦嘅月份嚟嘅。咁啊，所以咧2025年對於雙子座嚟講咧，應該都幾深刻嘅，絕對係深刻嘅，因為佢影響埋你2026年嘅。OK， 好，至於你哋嘅幸運組合方面啦。幸運組合方面，幸運數字係21號，幸運嘅日子係4號，幸運嘅顏色係金色，需要留意嘅日子係13號。好，咁啊，雙子座，我會建議你哋帶嘅咧會係水逆嘅2.0。咁啊，水逆系列咧係好針對水逆嘅。咁尤其是你哋雙子座水星係守護星啦，咁你哋必然係應該要帶水逆設計款系列啦，因為你哋係水逆嘅主角嚟噶嘛。咁2.0同1.0最大嘅分別咧，就係2.0咧係着重多啲喺工作方面嘅，譬如減少啲小人啦，減少啲溝通唔順利啦，減少啲過分嘅堅持啦，減少啲可能工作上面產生嘅負能量啦，開心嘅地方啦，尤其是嗰啲唔開心可能已經落到去心底裏邊、潛意識裏邊嘅屈制啦、壓抑啦，都可以幫你哋咧減少啲、減輕啲嘅。咁所以咧對於好多雙子座嚟講，既然你哋工作上面同埋關係上面有咁多咁棘嘅地方啦，我會建議水逆2.0咧會比較啱你哋帶多啲嘅。OK， 好，接落嚟啦。到風象星座嘅占卜環節啦，咁啊記住做占卜之前咧，記住 like 呢條影片一下吓，咁我哋 like 數越高咧，所有風象星座嘅幸運指數都會高。占卜牌，同埋咧占卜咧，其實咧係要做能量交換嘅。
因為唔可以淨係齋我占卜啦，你冇付出噶嘛，咁你付出嘅嘢好簡單嘅啫，就係喺呢條影片嗰度撳個 like button 一下就 OK 啦，OK 就 OK 啦，咁唔使太過擔心嘅。我覺得風象星座其實咁聽嘅話咧，唔算太差啦，因為應該全世界都係差噶啦，咁爭在係你差啲定係我差啲嘅啫。好，咁啊，今個月嘅題目咧就會係究竟今個月大家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喺我攞牌之前，我決定今次唔攞牌住啦，你哋直接睇下對邊個數字有感應，係啦，然之後留言數字。咁啊，太陽上升月亮喺風象星座嘅人都可以做下，包括咧天秤、水瓶、雙子 ，OK。咁我今次唔攞牌啦，成日咧有時有啲牌咧好影響你哋嗰個觀感嘅。我哋今次用一個唔攞牌嘅方式，唔好影響你哋觀感嘅情況之下揀。咁啊，多人揀嗰個會解先吓，少人揀嗰個會解後。哇，4號好多人揀。X3都唔少喎。好，大家準備好啦嘛？解牌噶啦，擺埋呢張先。好，4號嘅朋友，你得到嘅呢就係打開心。愛同關懷咧，先至可以進入你哋嘅生命嘅，即係打開你哋嘅心扉啦。好，你哋勉勵嘅話語咧，就係改變你哋嘅意念，改變你哋嘅未來。每日瞓覺之前咧，回顧一下今日嘅經歷。如果有唔如意嘅嘢咧，就用你想要嘅方式重新演繹一次。而家你已經徹底改變咗你嘅未來啦，因為透過你嘅想像，將佢變成好似真實咁樣，佢會影響埋你聽日嘅心情。你今日瞓覺之前係開心嘅話，你聽日瞓醒都會變得開心一啲。好啦，最終需要留意嘅呢就係 OK， 對自己嘅諗法、信念、目標要堅持。OK， 而家只係得半個月亮嘅啫，要堅持。仲頭先我講啦，行緊山係咪？要堅持你哋嘅諗法。我要登頂就要登頂噶啦，唔好半途而廢。OK， 好啦，跟住啦，3號啦，揀3號嘅呢就係唔好受到外界任何否定嘅聲音干擾，要專注自己內心。簡單啲嚟講呢，就係聆聽自己內心，其他人講嘅呢，即係參考嘅意見嚟嘅。OK， 好啦，改變你嘅心念，改變你嘅人生。無論你曾經實現咗啲乜嘢，你都可以改變佢。淨係需要一個好細微嘅正面心念，就已經可以再諗下一個啦。所有嘢都係根據你每行嘅一小步變成一大步嘅啫。所謂積沙成塔，係咪？咁所以咧，變相對於3號嚟講，你每做少少嘅嘢就會改變大大嘅嘢。咁所以咧，你希望得到嘅答案咧，嚟緊噶啦，OK， 係嚟緊噶啦，會收到你想要嘅消息嘅。好，跟住揀2號嘅朋友就係給予愛同接受愛係自在而冇負擔嘅 ，give and take 係應該係要對等嘅、平均嘅，唔會過多唔會過少嘅，甚至你接受其他人嘅幫助咧，唔應該形成你嘅壓力嘅。OK， 好啦，跟住啦，落翻天，利用呢個強效嘅想像技巧，用30秒就可以提升自己嘅頻率，加快實現願望嘅速度，改變你嘅人生。想象一下，你啱啱收到願望，睇到自己開心跳啦。簡單啲嚟講，就係而家你諗下，你嘅願望成真咗，你極開心嘅情況之下，就可以提升你哋自己人生嘅頻率啦。好，咁你哋抽到嘅咧，哇正喎，呢個 win-win outcome is forecast。如果你哋而家有啲咩問題搞唔掂嘅，有啲乜嘢尤其是可能關係上邊，無論係朋友啊、愛人啊、情感啊，或者同公司嘅關係啊、同事嘅關係搞唔掂嘅話咧，放心。最尾咧，大家會好開心咁樣解決得到呢個問題嘅。好，跟住揀1號嘅朋友啦，好似冇人揀1號呢度，係咯，你係我最珍貴嘅禮物。改變人生就需要靠感恩 ，OK？ 要感恩會致富，抱怨咧會令到你貧乏嘅。所以你呢世人咧需要遵守嘅黃金守則咧就係
身體健康、人際關係、工作同財富都需要去感恩。OK， 揀1號嘅朋友就係話喺差唔多啦，嚟緊啦，你想知道嘅答案，你想知道嘅終結論，得到嘅結果嚟緊噶啦，差唔多到啦，都差唔多 full moon啦。好，咁呢個呢就會係風象星座嘅占卜啦。好，下一組。下一組係火象星座，火象星座準備好未？準備好受死未？人馬座準備好未？Are you ready？人馬嚟聽嘅呢，我都絕對相信佢哋係一個好樂觀啦、正面啦，同埋好有勇氣嘅一群。人馬嚟聽係好有勇氣，我絕對相信你哋犀利、厲害、叻。太陽上升，太陽人馬上升雙子 ，OK 好。希望你冇事吓，咁啊今次比例係太陽上升月亮1:3:3吓，咁所以月亮同上升係好重要嘅今次，因為始終水象三角咧好影響大家嘅思想啦、情緒啦、感覺啦，咁所以月亮就真係好重要嘅。好啦，嚟啦，咁啊人馬座準備好受死啦，係咪？因為你哋嘅水象，首先第一啦，水象水星逆行喺人馬座度啦，第二啦，火星又會落人馬座度啦。第三，水星月中咧都會落人馬座度咯。哇，人馬幾多嘢啊！未生日就已經咁多嘢。OK， 先預祝11月尾之後生日嘅人馬座生日快樂吓。咁啊，希望你哋隨住火星4號嘅加入啦，水星11號水星已經加入咗啦。OK， 水星落人馬座度啦。OK， 29號落咗人馬座度啦。聽日開始落人馬座度啦。OK。然之後咧，就你哋嘅守護星木星喺12號嘅時候逆行，咁所以人馬咧，哇，聽起上嚟幾興奮啦，集中晒喺你哋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神推鬼拱咧，我都其實本身諗住人馬係死緊嘅，應該係排最尾嘅，但係唔知點解排完分又唔係。好，人馬座啦，11月份 I 星榜竟然係排第9位嘅。我心諗水瓶應該想碾死你哋，點解你哋咁多嘢啊？都唔係排最尾，我竟然排最尾，關我咩事？冇嘢係喺，即除咗個冥王星喺水瓶之外，冇嘢搞水瓶嘅。點解水瓶咁差噶？所以人馬座應該係值得喺呢條影片撳個 like button 一下。我相信係上天知道你哋之前經歷得太多痛苦嘅事。佢唔想你年尾都咁痛苦，所以先至俾到呢個分數你哋 ，OK？ 咁啊，記住喺呢條影片撳個 like button 去多謝宇宙 ，OK？ 多謝宇宙去照顧你哋。原來你月亮落水瓶啊，哎呀！咁所以咧，多謝再一次多謝宇宙去照顧你哋啦，真心嘅。你諗下，水星聽日落人馬座啦，水星落人馬座雖然係弱勢位，但係象徵住咩？第一，人馬係非常之多是非，極多是非圍繞住你哋，你哋係成為所有人討論嘅中心點，你哋就係所有人一定會講嘅話題。OK， 你哋嗰個成為咗嗰個話題。咁當然啦，水星落人馬嘅話題就係大家嘅事啦，唔係淨係針對你哋人馬嘅事啦。咁但係你哋人馬就會成為被討論嘅對象啦，係啦，你哋嘅生活啦，你哋嘅秘密啦，你哋嘅衣着啦，你哋一舉一動啦，全世界都會望住你啦。好啦，跟住啦，下一個加入嘅咧就係火星啦。OK， 所以咧11月4號之後咧，人馬會變成點啊？燥底、躁狂症。OK， 極燥、煩躁。仲要因為水象大三角嘅關係，係好擾亂你哋心神。你住火象星座，仲唔暴走，仲唔發癲，仲唔亂射箭，仲唔亂跑，喺個大草原度完全奔跑到連個山崖都準備跳落去嗰種感覺。咁當然啦，火星嘅加持咧，其實係有好嘅。
我成日都覺得火星唔係差嘅，尤其是火星落命宮咧，我唔會覺得佢係差嘅。雖然你哋會好容易受傷嚇，咁啊小心身體啦，你哋好容易會受傷啦，你哋可能會有啲炎症啊，可能會發燒啊，可能會喉嚨痛啊，可能會割親啊、整傷啊、見血啊呢啲算數啦。OK，咁但係火星係有加持嘅。OK， 火星係會加持幫助你哋去提升行動力。OK。亦都提升攻擊力，咁頭先咪講咗水星會令到你哋成為是非，你都習慣咗啦，係咪？咁但係火星嘅加持之後咧，你哋嘅攻擊力都非常之強嘅，即係人哋講你一句，你回翻去3句咁上下啦，或者人哋講你一句，人哋講你100句，你講一句已經拆解咗個100句啦。咁所以咧，其實人馬又唔使太過擔心呢啲咩是是非非，因為你哋一句可能已經 KO 咗人哋，呢卒仔嚟嘅啫，小心咁樣。今年人馬職場真係多少人係真係辛苦嘅。今年人馬座，太陽雙子太陽射手月亮巨蟹上升巨蟹你要聽我巨蟹，如果你係月亮嘅話，你會開心好多，我保證你會開心好多，我保證。因為月亮三倍嘅大佬，好啦，咁啊繼續人馬座啦，咁啊我都未攞張草稿紙出嚟，我都已經講緊人馬座。咁啊人馬座，因為我都冇乜寫好多嘢人馬座。咁啊人馬座，你哋火星嘅加持係咪好啦？跟住木星啦，木星就逆行啊12號，咁所以由12號開始，再加埋10號水星逆行，你哋10號嘅時候咧，水星就會開始喺呢度會逆行噶啦。OK， 逆行到19號，幾日嘅啫。但係呢一個木星，你哋嘅守護星逆行到出年嘅，出年2、3月嘅，咁所以咧，你哋要預定心理準備啦。出年2、3月之前咧，你哋嘅運勢都唔會太強啊，太好啊。始終守護星逆行係一定會弱啲嘅，一定會差少少嘅。OK， 好啦，正式講，其實咧所有火象，今個月都唔會特別好喺身心靈嗰方面。點解咧？因為你哋嘅水象大三角咧就落咗喺你哋嘅水象宮位，即係你哋嘅身心靈宮位啦，仲要落喺巨蟹座，非常之重視情感啊、歸屬感啊，落埋天蠍座，親密關係啦、深刻印象啦、秘密啦、黑暗面啦，再落埋雙魚座。OK， 咁啊內心嘅感受會轉化成為後邊嘅行動力同埋態度啦。咁人馬座你哋好正啦，首先啦。你哋今個月係需要低調嘅，始終太陽一日喺你哋12宮，一日你哋未生日月，即係20零號之後啦，你哋係需要低調嘅，越低調越好。太陽反而會照料你哋，令到你哋做低調嘅嘢，做幕後嘅嘢，唔好咁高調。咩叫幕後嘅嘢咧？默默地搞掂個 project 咪算咯，唔使話晒俾全世界人知你要做隊長咁樣嘅。你可能只不過係當係自己喺公司一粒螺絲釘就算啦。OK， 一個齒輪就算啦，甚至你可能喺背後係做一啲橋梁嘅，令到 A team 同 B team 可以完成工作嘅，呢啲都係幕後嘅嘢嚟噶嘛，係咪？呢啲唔係高調嘅嘢嚟噶嘛。好啦，另外啦，其實咧有好多人咧未必太過明白人馬座，有部分嘅人馬座咧其實係做緊或者投入緊一啲人哋睇唔明嘅嘢，人哋唔知道點解你要咁做，但係你做緊一樣如果你唔做嘅你會後悔嘅事。咁所以好多人馬座咧，其實會對呢個人嘅呢一個嘅人生咧有一個新嘅睇法啦，新嘅意義啦。咁源自於邊度咧？源自於咧，其實就係人馬座見證咗好多人性嘅黑暗。好似阿 WN 咁話齋，今年真係好多小人，你見到人性好多黑暗，佢會好唔，你會令到你好唔舒服。甚至你明明好關心、好 care 嗰個人，令到你好唔舒服。所以咧，人馬對於人性呢樣嘢咧，已經越嚟越唔期望啦。本身人馬座咧係天生樂觀嘅，佢對好多嘢咧都會偏向 positive 化正面啲啊，或者令到你嘅諗法會正面啲。咁但係咧，今年咧就實在太多負面嘅嘢啦。今個月都會 keep 住繼續發生，仍然會有好多會令到你好唔舒服啦，好難受嘅嘢發生啦，你會繼續失望啦，而且下半月。11月嘅下半月 ，OK， 一定會有人搞你，背後搞你嘅，擺明係睇你唔順眼搞你，所以要低調，低調再低調。始終水星12宮咧，業力大爆發咧，可能會有人討論你嗰啲是非咧，都係暗中去射箭嘅，
即係暗中喺背後同老細督背脊啊，暗中去影響你同你其他同事嘅關係啊，甚至可能誇張到你以為你同嗰個同事係關係好嘅，但係其實原來係關係差嘅嗰種嘅情況。咁所以變相咧，好多呢方面嘅咧，我就會建議你哋要諗清楚啦，係啦，真係諗清楚究竟邊啲係人，邊啲係鬼。啱嘅，我覺得對人性冇咁大嘅期望咧，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越少期望嘅話，咁咪越冇失望啦，係咪？冇期望就冇失望，呢個非常之好 Andy， 呢個真係需要做。好啦，另外啦，好處咧其實就係嘅，的而且確人際關係係冇咁好嘅。咁但係咧，因為金星嘅加持啦 ，OK， 再加埋我覺得啦嚇部分啦，天王星嘅加持啦，其實係會有一啲人係願意去幫你嘅，係有一啲人係去幫你去解決一啲問題，係突然間出現嘅嗰個人，係唔知邊度嚟啊，唔知邊度飛過嚟嘅。同埋我會建議人馬座做咩咧？休息。今個人馬座其實係非常之合適去休息嘅。我覺得你嘅休息會幫到你哋去唞一唞，諗一諗究竟做啲乜嘢，邊樣會好啲，係啦。未來嘅前景應該點樣做，或者我可能就嚟轉工啦，咁我應該點樣搞好我嘅新人際關係等等等等。有好多嘢咧，你自己可以製造嘅，運氣咧可以靠自己去掌握。咁啊，睇下視乎你人馬座得唔得啦。咁啊，另外一樣嘅好處咧就係人馬座係有偏財運。係啦，咁啊期望下六合彩啊，期望下投資啊，又或者可能人馬座會有貴人去幫一幫你一把。咁有一方面咧，對於人馬座嚟講係一個壓力嚟嘅，就係你哋屋企啦。可能有部分人馬座啱啱搬屋企，可能人馬座屋企關係麻麻地嘅，可能原生家庭對你唔好嘅，會有情緒勒索你啦，令到你心情內耗啦，令到你唔舒服啦。咁所以對於人馬座嚟講咧，有好多親密嘅關係咧，可能真係會成為你哋嘅壓力點。咁呢方面咧，就人馬座要注意一下啦。好，至於人馬座你哋嘅幸運組合方面啦，幸運組合方面，幸運數字係42號，幸運嘅日子係7號，幸運嘅顏色係紫色，需要留意嘅日子係11號。好，咁我建議咧，人馬座帶嘅幸運嘅水晶咧，就會係守護星2.0啦。咁雖然話就話你哋而家差啦，唔係幾好啦，咁但係其實你聽落咧都唔係真係太差嘅。你哋係為咗一件你哋覺得好在意嘅事情係做緊嘅。咁所以我都係建議你哋帶守護星2.0啦。守護星2.0咧係 for 你哋未來嘅日子而設計嘅。佢所有嘅能量都已經包含晒㗎啦，無論係事業、愛情、財運、健康、自身，全部都包含晒，一條搞掂晒嘅。咁都係嗰句啦，今個月睇呢條影片去揾阿 I 去訂製守護星，或者需要係你嘅朋友咧，都會有800折嘅。今日記住嚟揾我啦。咁因為咧帶呢啲設計款咧可以帶咗一世，係啊，每一年都會拎出嚟帶㗎啦，出年都係一樣㗎啦，都係嗰句啦，出年又會繼續有木星逆行 ，OK， 繼續會有水星逆行，一定會有。好，下一個啦，下一個係獅子座。Hello Polly，你係咪獅子座啊？係咪到你啦？等下先。獅子話係，獅子又一言難盡嘅喎。算啦，獅子唔好聽啦。你可以收工啦，阿冰可以收工啦，請離開啦，好嘛？獅子唔好聽，我驚你聽完之後會傷心。咁啊，今個月就太陽上升月亮比例係1:3:3吓。太陽可以聽下啦吓，如果你上升月亮就唔好聽，因為獅子咧係水瓶就榮登排第15位啦，咁獅子咧就啱啱好榮登14位啦。咁14位我哋有出過嘅。咁啊，唔使咁擔心嘅，15位就比較少啲咯，係啦。太陽獅子上升人馬月亮天秤會唔會執翻條命？有月亮幫你補底，唔使擔心 ，OK？ 有個月亮幫你補一補底，係啦，還好你有個月亮，如果唔係就真係應該條命有啲危危乎咁樣啦，係啦，可能聽日拜山見嘅你要，聽日拜山啊，好似重陽節係咪？好啦，獅子座既然排到喺咁高位置啦，咁啊點都要講下啦吓。你哋想聽咩啊？你哋想聽咩啊？嗱，好簡單嘅啫，獅子座，
真係好簡單。唔好覺得你哋而家排到去第14位係一件差事，因為唔係所有獅子座都係排第14位咁差嘅。邊啲獅子座會排得差啲呢？好簡單嘅啫。嗰個排得夠高嘅呢，就係你哋之前種落嘅因，而家就收成正果啦。阿彌陀佛，聽好嘢就得。所以其實好簡單嘅咋，真係好簡單。你之前做過嘅衰嘢，而家只不過係報應翻喺你哋度啫。咁當然啦，我唔係話你哋所有人黑心，我絕對相信嚟聽下 I 嘅人咧一定唔黑心嘅。不過你可能會冇諗過以前曾經講下嘅一句說話，有人記仇記到而家，而且呢樣嘢係你從來都冇諗過會出現。OK， 咁所以呢，究竟你之前種落過咩因呢？就難講啦。OK， 即係譬如 Alex 哥曾經講過一句說話喺10幾年前，我早幾日先問翻佢嚟啫嘛。係啊，我仲講得出係幾年幾月幾日講噶，我真係講得出幾年幾月幾日咩時候講，我仲記得係喺九龍塘嘅月台講嘅呢句說話，好記得。咁所以如果你咁好彩遇到好似阿 I 呢啲記憶力極強嘅呢，即係小氣簿極多嘅呢，我有3本，咁你哋真係要小心啲啦，因為你哋係冇諗過會突然間發出嚟噶呢樣嘢。我真係記得嘅10幾年前，我仲記得仲記得係下晝喺邊度地方講句邊句說話，上文係乜嘢，下文係乜嘢。OK， 我真係100% 記得。佢永遠都會淨係笑住答我咯，佢答我嘅答案就係年少無知啊！佢甚至會賴係咪㗎？咪真係講過㗎？我唔記得喎咁樣咯。係啦，咁所以你哋究竟係咪年少無知嘅獅子呢？自己諗清楚吓。嗱，再講一次，所有嘅風象都係一樣㗎啦。而家喺嗰個位置呢，係一啲業力嘅位置嚟嘅，嗰個三角，我哋個水象三角都係業力嘅位置嚟。原來阿 I 同 Alex 哥係愛情馬拉松，係啊，好長久啊！我哋已經拍咗55年拖噶啦。OK， 我今年都89歲啦，係咪？好啦，咁所以呢，就呢段時間獅子座第一木星啦。OK， 先講木星先啦。木星係嚟陷害你哋噶啦。自從木星落咗巨蟹座之後呢，木星係幾影響獅子座嘅。而家仲要逆行咗，順行嘅時候，我覺得反而係好事。逆行嘅時候就唔係咁睇啦。木星12逆行就代表住你有好多小人喺你身邊，又或者有好多暗中嘅力量喺你身邊，你冇諗過嘅。可能人哋真係唔小心做咗啲蘇州屎，爆咗啲嘢出嚟，你要硬食，係啦。又或者可能有啲暗中嘅勢力係搞你哋嘅，暗箭難防嘅。又或者可能小人係你最親近嘅人，你要小心。又或者你有一啲原本唔應該知道嘅嘢，突然間知道咗，一啲小秘密知道咗，一啲大秘密知道咗，一啲黑暗性嘅秘密知道咗。OK， 咁所以呢，而家嘅獅子座需要做啲乜嘢呢？都一樣噶啦，低調，同人馬一樣低調，越低調越好，越幕後越好，幕後默默地搞掂越好。OK， 你而家係要當自己好似籌備緊一個舞台劇咁樣。出年呢，木星會落獅子座度，所以你哋嘅大運呢係出年度，唔喺今年度。OK， 講多次吓，因為而家木星喺12宮係俾你哋籌備嘅狀態，所以你哋幾時好運呢？係出年嘅年中就會大爆發啦。因為你哋當而家自己籌備一個舞台劇，出年年中嘅時候呢個舞台劇就出啦，你就知 result 啦，好與壞。出現有冇錢，得唔得，搞唔搞得掂，升唔升到職，有冇錢收，都係嗰陣時會發現嘅。咁所以呢段時候你要做啲乜嘢呢？就係第一，唔好自以為是啦。OK， 唔好做一啲唔關你事嘅嘢啦，做一啲關你事嘅嘢啦，做一啲你擔心會影響到你嘅事嘅嘢啦。要留意一啲投資啦。如果你本身係有投資開嘅獅子座，要小心啦，要修改一下你哋，或者修正一下你哋嘅投資方式。有機會因為土海嘅震撼咧，會令到你哋蝕大錢嘅。嗱，未來咧，土海有排逆行嘅，海王星都還好啦吓。
sorry， 土星還好啦，土星月尾就會順啦，咁但係可能星未咁快啦。咁所以咧錢銀的而且確對於獅子座嚟講係一個壓力嚟㗎。咁所以如果你有做投資嘅，真係要小心啲，尤其是而家股票市場真係比較波幅得比較大。另外啦，你唔可以再好似以前一樣咁樣過生活㗎啦。你要檢討一下自己嘅工作模式、工作表現，去檢討一下自己嘅表現係俾人哋睇嘅。譬如你以前雖然話幕後啫，咁幕後都要溝通㗎嘛，你要講出嚟㗎嘛，係咪？咁你咪默默地講咗出嚟咯。即係你 send message 又好 ，send 個 email 又好，唔好自己將自己所有嘢都做完之後先同人講。你要暗地裏一個好似扮晒冇嘢嘅情況之下去講一啲訊息俾其他人知。因為你如果真係完全100%好似消失咗咁樣咧，係唔 OK 嘅。嗰啲暗中搞你嘅力量咧，就更加有把柄去捉你。哇！呢個人成日都唔講嘢㗎，呢個人成日都唔溝通㗎，呢個人咧成日都做嘢冇交代嘅，咁變相係更加差嘅。咁所以呢段時間咧，你應該要檢討嘅就係你嘅表現，你想人哋睇你嘅表現，想人哋嘅觀感，想人哋對你嘅諗法係啲乜嘢呢？你就表現成啲乜嘢。你要諗下點樣將自己才能可以真真正正嘅發揮，但係呢樣嘢係必須要有溝通嘅，因為八宮係象徵住人哋對你嘅評價，就算你做得幾好都好啦，人哋對你評價係差咧，你做咩都係冇意義嘅。仲要木星而家喺你個不利嘅位置，所以如果所有獅子座希望自己順利度過2025年吓，我講緊係成個2025年，你唔可以淨係齋喺後邊接埋嘅，你需要喺適當嘅時候表現出嚟俾人其他人睇，你仲喺度嘅，你仲做緊嘢嘅，其實你仲係做緊嘢，做緊好多嘢，係啦，只不過你幕後默默做啫，但其實你有 presentation 嘅，你有做公職嘅，你有做嘢成嘅，你而家覺得好翳噶。你點解冇人好似冇人 care 冇人 appreciate 我做嘅嘢？因為冇人知啊，你明唔明啊？係冇人去睇到你做緊嘅嘢，就係覺得你收埋自己啦，唔見咗啦，消失咗啦，跟住有好多人喺度彈你啦、話你啦、唔欣賞你啦。好啦，天王星啦，天王星加埋呢個水星咧，我相信咧獅子座咧好快就會有個新角色啦，或者一個新嘅身份嘅，可能你會轉行，可能你會升職。可能你會將多啲時間俾翻屋企，可能會將多啲時間放翻自己內在，可能會多啲時間去想拍拖。OK， 獅子座係有機會脫單嘅今個月。OK， 愛情運單身愛情運係唔太差嘅，甚至有機會會一見鍾情啦，可能打得火熱啦，可能勁快就拍拖啦，可能識咗3日就拍拖啦。單身嘅獅子座係有好大嘅機會會出現呢樣嘢㗎，但係拍緊拖或者結咗婚嘅獅子座咧就要小心啊，好容易溝通不良嘅。幾時咧？成個月都溝通不良嘅，成個月都會好有誤解嘅，成個月都會好有火氣嘅，可能溝通就會好嘈交嘅。咁所以咧，都嗰個低調。咁呢個低調咧就係見少啲咯，唔好見咁多咯。見少啲對你嚟講係一件好處嚟嘅。OK， 好啦，至於獅子座嘅幸運組合方面，幸運組合方面，幸運數字係23號，幸運嘅日子係18號，幸運嘅顏色係藍色，需要留意嘅日子係8號。好，咁啊，所有獅子座覺得自己排第14位好唔抵嘅話咧，就記住撳個 like button 一下啦。我哋嘅 like 數越高，下個月就唔使咁陰功啦。OK， 好啦，仲翻一個未講。OK， 即係我想快啲講晒啲差啊，真係好想講晒啲差，好憎講啲差嘅星座，好難講啊，明唔明啊？即係唔可以講得太衰啦，亦都唔可以講得太好啦，因為真係衰啊嘛。啊，係水晶。咁搞到好痛苦啊！嚟獅子座咁痛苦咧，啱啦，帶呢條啱啦，呢條叫水逆設計款 1.0， 係我 N 年前第一條花盡我所有嘅心血同心思而設計，冇睇係咁簡單，我係用盡晒所有我嘅力氣去設計呢條設計款，因為我第一條推出啊嘛，我唔可以佢樣衰啦，我唔可以佢冇效啦。呢一條係最多人講最好 comment 嘅一條嚟嘅，因為第一啦，佢出咗好耐啦，好多人買過啦。第二咧就係佢對於調整內在情緒、避過水逆嗰種兇險咧係好犀利嘅，尤其是你當你個情緒好差啦，都係嗰句啦，一切其實都係嚟自你自己嘅諗法嘅啫。你嘅諗法差嘅話，呢件事就差噶啦；你嘅諗法係好嘅話，就算呢件事幾差都好啦，你都唔會影響到你自己嘅。咁所以對於內在情緒嘅影響咧，呢一條係好幫到手噶。咁當然啦，除咗情緒之外咧，佢仲幫埋工作運都好犀利嘅。咁如果你工作運好差，你嘅情緒好差嘅話咧，守護星水逆 1.0 係最啱你嘅。呢一條係好多人戴過之後覺得瞓得好咗啦，冇諗得咁差啦，甚至冇咁黑仔咧，都係戴呢條。
唔好睇佢個樣好似好平凡、好普通，仲要1.0真係好初啦，咁即係唔係好 upgrade 啦，其實唔係。好，下一個啦，白羊座啦，終於講自己啦，飲啖水。有冇白羊座已經坐定定啦？我啱啱先講完雙子啫喎，你使唔使聽翻雙子啊 Connie 姐？好，咁啊，今日嘅比例咧係1:3:3吓，咁所以咧記住要自己聽翻清楚啦。好啦，嚟啦，白羊座啦，白羊座 I 星榜 OK 嘅，排第5位嘅，係啦，我都屙呢吉蒂啦，因為我上個月好差，我10月真係差到，唔係，我今個月都係仲係10月啦，我9月10月真係好差，唔係講笑，真係差到極致，爭在係我未死得咁解嘅啫。係啦，去到年尾12月嘅時候，我再做直播，你哋就會知道點解我咁差噶啦，真係好差，唔係講笑。好啦，白羊座啦，白羊座係差嘅，我覺得就算排到第5位咧，未正式係真係向好嘅，係未正式真係向好嘅。幾時向好咧？等啲星喺你度坐定定先啦，即係出年嘅時候先啦。白羊座係預咗係哋過山車咁樣啦。雖然係排到第5位啦，健康3.5分啦，死唔死啊你話？所以都係嗰句啦，所有嘅火象星座，你哋今個月因為水象大三角嘅關係咧，你哋嗰個變化咧係內在明顯啲嘅，內在啊。內在係一件好煩嘅事嚟嘅，你有時都唔係好知自己開唔開心係咪？有時都唔係好知自己想點係咪？有時都唔係好知自己應該下一步做啲咩，嗰個迷惘狀態就係所有風象星座嘅迷惘狀態。咁對於白羊座嚟講啦，首先迷惘係啲咩咧？就係你好想做一啲嘢，對自己對其他人另眼相看嘅，你好想真係做一啲改變原先做唔好嘅嘢。你好希望去一個新嘅地方發展，但係暫時又好似需要保守，因為大環境嘅情況之下，好似未 ready 好，自己又未 ready 好，自己又唔知自己諗得夠未、夠透未、O 唔 OK 未，但係又唔知自己咁樣諗啱唔啱，做得好唔好。所有嘅白羊座咧，而家咧就好似嗰啲細路仔學行路咧，但係嗰啲行路咧係碎步式嘅。即係有啲唔係噶嘛，有啲大無畏就奔跑跌落地，跟住再行，再跌落地，再行，跟住就識行咁樣啦。但係唔係我哋白羊座而家，以前嘅我哋咧係咁樣嘅，而家我哋咧好似碎步行咁噶。每日行啲啲啦，每日行多一步啦，每日做多少少啦，呢度試少少，嗰度試少少，甚至有啲白羊座可能係，做住先啦，唔好搞咁多嘢住啦，都搞唔掂噶啦。的而且確咧，白羊座今個月開始咧，你會開始 feel 到啦。究竟有啲乜嘢係發揮得到，有啲乜嘢發揮唔到？錢方面咧，你哋會有變動嘅，你哋係會有變動嘅。但係放心下，呢個變動係向好嘅，呢個變動係向好嘅。OK。你哋要咬緊牙關啦，甚至有部分嘅白羊座為咗 ready 呢一個嘅機會，要準備定可能錢啦、資金啦、人物啦，要準備好啦。可能好似阿 I 咁樣請多幾條友幫手，可能突然間我唔知個腦叮一聲想發展啲乜嘢終於有晒人手幫晒我啦。所以而家白羊座咧同獅子座都係一樣嘅，都好似籌備緊嘅階段。未去到真真正正嘅發揮，未去到真真正正嘅放手，好多時咧白羊座咧都仲係做緊內部調整嘅。譬如喺工作方面，你都仲做緊內部調整。就算你唔係好似老細咁樣，你唔係做老細嘅，你做緊 supervisor。就算做緊普通員工，你都會 feel 到喺工作方面咧，其實你嘅工作模式咧、工作 style 啦，甚至同其他同事相處嘅情況咧，都喺度調整緊嘅。究竟邊個同事做啲乜嘢會啱啲啦？邊啲可以放手俾同事跟啦？邊啲自己要檢討啦？邊啲要管啦？公司如果改變緊嘅話，究竟你點樣去改，去從而迎合到公司嘅改變啦？有好多嘢咧要白羊座重新 pick up 翻嘅。簡單啲嚟講咧，就係而家白羊座有一個重新開始嘅機會俾你去奠定一個新嘅人設、人生新嘅設定、新嘅角色，全部都係逼你面對問題。所以接落嚟白羊座有好多問題需要去拆解，仲未計咧土星、海王星、土海喺12宮，土星就嚟順噶啦。OK， 下個喺雙魚座順完一輪就會走翻落去你哋度噶啦。
所以呢段時間對於白羊座嚟講咧，土海嘅影響咧係好擾亂白羊座嘅心理。其實白羊座最大嘅問題就係心魔走不甩，心魔脫唔到，心魔搞唔掂，太唔知道自己應該向前、向左、向下、向右走啦。到而家都冇晒嗰種以前唔怕死啊，去咗先算啦，咁諗咁多做乜啊嗰種心態。因為白羊最出色嘅地方就係佢係小朋友，小朋友最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同埋唔怕死啊嘛，同埋想要咪出聲咯。想要咪話同個大人講咯，係咪？唔好收收埋埋咯。而家白羊座就唔係啦，變到好似呢個人咧處於半抑鬱狀態咁樣。你話佢好樂觀又唔係，你覺得好樂天又唔係，你覺得好抑鬱又唔係，覺得佢好傷心又唔係，佢又真係做緊嘢嘅喎。咁呢個狀態就好翳啦，翳住困住，好似咧嗰啲內燒咁樣咧，燒又燒唔起，係咪？個溫度又繼續係維持喺37.4，但係你覺得自己好熱。好似想發燒，但係發唔到，內感嗰種感覺咧，就好似白羊座而家咁啦。另外啦，天王星喺二宮嘅 ，OK，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咧，再加埋水星啦嚇，再加埋水星咧，對於白羊座嚟講會有好多。第一，如果你係向海外發展嘅朋友，或者你間公司喺海外嘅，或者你自己係海外，即係好似喺英國啊、荷蘭啊呢啲咁樣喺海外發展緊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受到阻礙。OK， 受到阻礙嘅，會有一波三折啦，溝通不良啦，同海外發展嘅可能性，可能又會好多需要磨合啦，可能會同公司啊、外國啊嘅公司有好多磨合嘅地方啦。其實咧要長遠咁睇嘅白羊座，今個月嘅白羊座咧係唔應該淨係齋睇現況，應該要睇遠啲、長遠啲。遠到起碼出年2月、3月、4月，甚至上半年，係啦，上半年咁樣，你要知道而家你係一個新嘅人設，所以你而家所有嘢都係建構緊、建立緊嘅。建立就一定會有篩選啦，會有發展啦、向好啦、try and error 啦，所以呢段時間咧，白羊座仍然係唔太好受嘅 ，OK， 仍然係唔太好受嘅。咁但係你問我白羊座運好係咪向好咧？同水瓶一樣。都係喺個山度，都係爬緊，不過好痛苦。可能你條山路同水瓶一樣，又係100級樓梯，又或者個斜坡度極高嘅，好乸痛苦嘅。咁所以白羊座雖然今個月排第5位啦，叫做幾好啦，但係要咬緊牙關啦，各位白羊座。好，至於你哋嘅幸運組合方面啦。幸運組合方面，幸運數字係5號，幸運嘅日子係4號，幸運嘅顏色係啡色，需要留意嘅日子係22號。好，咁你哋嘅幸運水晶咧，我會建議帶守護星1.0嘅。咁1.0守護星1.0咧，佢係對抗住現況嘅困境，成日都話啦，白羊座困境當中係咪？咁呢一條咧就係最容易突破到而家困境，無論係情緒嘅困境啦、外在環境嘅困境啦、無力感好重啦、自己嘅自信心、決斷力、行動力、機遇都缺乏嘅情況之下咧，守護星1.0係最幫到你嘅。都嗰句啦，所有嘅守護星系列或者水逆設計款系列喺聽過呢一個影片嘅話嚟揾我嘅話咧，都會有88折嘅優惠，而且呢啲守護星系列、水逆系列咧係每年、每月、每日都可以戴嘅，唔一定係淨係水逆戴啊嚇。好，咁啊，白羊座嘅占卜唔係 sorry， 火象星座嘅占卜嚟啦，係啦。所有太陽、上升、月亮喺火象、人馬、獅子、白羊嘅都可以做呢個占卜。咁啊，今次決定唔出牌啦，我哋出數字先，係啦。咁啊，睇下你哋對邊個數字特別有感應，係啦。咁啊，直接打落嚟，數字越高，咁我哋即係越多人打嗰個數字，我就會講先啦。越少人打嗰個數字，就越後講啦。拆火你真係拆得好。好，大家揀好未？3比較多吓，我洗一洗先。
3嘅朋友，首先你獲得嘅呢係只有你能夠讓自己快樂，只有你先可以令到你自己快樂。你嘅格局越高，世界就會隨你嘅心意而動。你嘅思考嘅善念係冇上限嘅，你可以講好嘢係冇上限嘅，你可以做嘅善舉係冇上限嘅，所以你嘅頻率要幾高有幾高，根本係冇上限嘅。你嘅正面頻率呢，就會好似漣漪一樣，可以擴晒成個地球、成個行星嘅一切。所以你記住，你嘅好嘢係冇上限嘅，只有你先能夠令到自己快樂，你嘅快樂都係冇上限嘅。OK， 咁你今個月抽到嘅呢，就係嗱，好快你就會知道個結果應該點樣做，行邊個方向得定唔得，好快就會知噶啦。今個月好快就會知。好，跟住揀1號嘅朋友，你獲得嘅呢就係大膽嘅展現自己，你嘅身上有我加披嘅神聖光芒，盡情顯示自己啦，唔好咁擔心，對自己有多啲自信心吓。嚟，感恩之情就係財富啦，每日嘅感恩練習就係財富降臨你身上嘅管道之一。咁所以記住啦，每日都要 appreciate 自己獲得嘅嘢吓，咁你嘅錢就會越嚟越多啦。所以你要做嘅呢就係要對自己嘅目標有信心，要 hold 住你嘅 vision，OK，hold 住你 vision，要 stay on 嘅，對自己目標唔好失去信心，保持忠心，保持你哋嘅信心吓。好，跟住2號嘅朋友，2號嘅朋友，你喺佢眼中你係重要而美好嘅。好，跟住下一個就係呢個世界需要你嘅快樂。生活喺苦難或者不幸之中，被剝削最想要嘅嘢，呢個人生對呢個世界咧係冇幫助嘅。但係只要你快樂，你嘅豐盛同埋你令到呢個人生充實，就可以令到成個世界都振作起嚟啦。只要每個人都咁做嘅話，其實就冇苦難同埋不幸嘅。好，你抽到嘅呢就係哇，係時候呢要犧牲付出多過收穫啦。先犧牲付出後有收穫。OK， 咁所以咧呢個世界係需要你嘅付出嘅，包括就係你要令到呢個世界快樂啦，你要令到其他人開心啦，令到周圍嘅人都好順心啦，好順意啦，其他人快樂，其實你可能自然都會快樂好多。好，最後啦，4號嘅朋友，將緊握嘅掌控交出去，讓關係自由輕鬆嘅存在。OK， 我將我嘅掌控交俾阿 Ring， 因為我揀4號。好，你有能力去締造世界和平。呢個世界會變化，我哋地球會變化，每一個人嘅內心都有變化。一個人可以鼓勵好多人，佢哋再鼓勵千萬人，千萬人再鼓勵百萬人，百萬人再鼓勵10億萬人。我哋就用呢個方式為地球帶嚟和平、和諧同和諧噶啦。OK， 咁所以咧就只要我將我嘅掌控交出去啦，然之後你哋嘈交嘅時候咧，我會出嚟。OK， 係啊，加油，打過 round one 咁樣舉牌。係我 OK， 我有身材。冇問題，個牌大啲。跟住開埋個直播咯。我可以做埋現場講嗰個咯。有直播。係啊，咁以後交俾你啦，啲關係交俾你掌控啊。OK， 嗱 ，communication is key 啊，嗱，我哋多啲溝通吓，我哋要溝通多啲。嗱，溝通就係致勝之道啦。今個月嘅關鍵字係溝通吓，最緊要溝通。話說啱啱同一個拆夥個人嘅舊同事做 facial， 勁多嘢聽，咁興奮，佢肯定同你係同黨噶啦。佢喺舊公司做咗2-3年，可以將分公司嘅前台換咗4-5次，點解可以咁樣做？同埋幾多公司會俾你咁樣做？好，咁啊，所有嘅火象咧就講到呢度啦。咁啊，所以咧就首先咧就需要同現場嘅觀眾講，如果你哋仲需要聽水象同土象咧，千祈唔好離開，因為接落嚟土象同埋水象咧就只有會員係啦 Level 1嘅朋友咧先至可以聽嘅。咁啊，多謝各位重溫今日直播嘅觀眾。咁啊，希望你哋聽完11月份嘅運勢咧唔會太恐懼啦，放心啦，阿會陪住你哋嘅，因為我係水逆在天蠍嗰個嚟嘅，我都會係身受險境嗰個嚟噶。咁亦都希望風象火象聽完嘅朋友，如果你哋中意呢條影片嘅話咧，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share 啦、like 啦，甚至咧可以加入我哋嘅會員嘅。咁咧嗰日咧同 Alex 哥研究過噶啦，如果你係 Apple 嘅朋友，千祈唔好裝會員。
我意思係唔好用手機去裝會員。因為我哋計過數噶啦，如果你哋用手機裝會員咧 ，Apple 係 Apple 會食咗你哋某部分嘅錢噶，所以咧我哋根據我哋嘅計價咧，你哋去用電腦裝我哋嘅會員咧，即係 Apple 電腦裝我哋嘅會員咧，食嘅錢咧係冇咁貴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 Android 嘅朋友咧，就非常之幸福啦，因為你哋用手機咧已經可以即刻裝我哋會員，仲要唔會俾咩 Android 食你哋嘅差價。咁但係 Apple 咧，我哋幫你哋睇過噶啦，真係用手機裝咧會貴啲嘅，係啦，仲要唔係俾埋我，即係你話啊，你想俾多啲錢啊，咁當然係好事啦。咁但係佢只係俾 Apple 嘅話就算數啦，咁所以咧就歡迎你哋 join 我哋嘅會員嚇，我哋嘅 I 星球大家庭咧會非常之 welcome 你哋嘅，尤其是你哋而家 join 咧會有超抵嘅優惠去買我哋嘅2026年星座月曆嘅。咁啊，多謝再一次多謝各位嘅支持嚇。好，咁今日嘅本周星座咧就到呢度啦。記住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eye。我哋喺 IG 或者其他影片 YouTube 度再見啦，拜拜。